我会食甲比人较侪岁，就是我甲耶稣下愿，我有照安尼行。人生，我虽然去甲人磨刀，失败去甲人磨刀，伫台北磨刀，我毋敢开嘴讲，用笨宣传单。要若来甲我磨刀，甲我讲话的时阵，我就会讲耶稣好听。啊，我毋敢开嘴咧叫声。今仔日我逐摆起来早顿来食，毋是即个我以前少年就安尼，闲我就团，所以我会食到遮比人较济岁，就是我的愿，我下面我的辜负，即句话。毋好，我毋通拄着试。这两句话，我有照耶稣的互我的愿。今仔日这题目，永远的愿，你若有行，要安怎做？你即刻来照愿行出来，安尼会安怎？享福长岁寿，我的囝真逐个真有效。我大无厝共细厝，我厝后生出钱，甲我出厝税，查某囝出食，互我食，安尼，我逐日亲像少年人安尼，会当去托乐园，啊，来遮付即个分享。安怎会得到即个福气？你知影啦吼？就是今仔日即个愿我感动，所以我要讨讲，互我讲，兄弟姊妹，甲耶稣你毋通骗伊，你若有下愿，无论你是金钱，还是工作，你着照愿行。耶稣无你白白行，即刻会祝福你。感谢主，以上。